连续14天办理爱心送暖，予南区甲安平区弱势学童的南区妇女会305爱心会，26号中昼伫个议员蔡淑惠的门盒，选伫个中秋节进前举办办证的仪式。议员表示，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收证的学童增加到600多位，不过今年学童却有减少的现象，因此每一位小朋友的红包由200块增加到300，希望对弱势学童有所帮助。今年已经是第14年哈，那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共襄盛举，所以让我们学校的学生或许他们很期待365爱心会每一年送给他们的餐盒，还有他们的红包。那我也很谢谢我们今年，因为赞助的单位都很踊跃哈，所以我们今年把红包提出哈，去年历年来都是一个红包是200块，今年的红包一包有300块。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多100块的红包，就变有300块的红包。那我也真的很谢谢我们今天与会很多的朋友，今天拨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捐赠的一个盛会。伫个议员的门盒出席颁证活动，有安平工业区工商妇女联合会、嘉兴公司、成功赛主会、群王赛主会等真侪善心单位。现场议员王嘉琪嘛表示，明年开始伊也将来加码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东区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淑惠妹妹常年在南区安平区在耕耘哈，所以呢，嘉登议员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承诺，不是针对我自己的选区，以后只要每年的365爱心会有这样子的活动，每一个孩子们他们的红包袋里，嘉珍加100块钱加进去，不用附上王嘉珍的名字，都我们大家一起来多关照这些孩子们，多关照我们这个社会。这届受惠的包括南区和安平区有13间国小，总共580位的弱势学童，每人除了1份餐盒，另外还有300块的红包。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有更多人共同来关注，让弱势学童感受到社会温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